你敢信？一個55歲的男人，全網正硬逼着他當爹了，而古天樂就回了一句：我只係講句説話啦，工作同埋宣傳嘅嘢，我會盡力去做佢啦。其他以外嘅雜音，我一律唔回應。好家伙，全網安靜3秒，然後罵聲炸了，不是罵他，是罵那個叫林淑音的女人。她是誰呀？演過山村老師，2010年就退圈了，不拍戲不直播，安靜的像杯白開水。結果網友像開了天眼，扒他5年前的打卡照，這地方古仔常去。他留言誇了句 Proud of you， 立刻變老婆暗號，連黑 polo 衫都成情侶款。兄弟，你擱這玩，大家來找茬呢。你知道最諷刺的是啥？古天樂出道30年，捐了139所學校，從不發朋友圈。他不是沒愛過，是太懂了。愛一個人不是把他掛熱搜上鞭屍，他沉默不是心虛，是怕一開口又有無辜的人被推上去擋槍。神評論說得好，我們愛的是楊過，不是他家的戶口本。所以啊，別再把八卦當正義了。你的好奇心不該是別人的牢籠。屏幕那頭被罵到關賬號的，可能只是個想過安生日子的普通人。你覺得明星到底該不該公開私生活？評論區聊聊。現在你已經是爸爸了，你還沒結婚，沒想，我都很想有小孩子，真的，因為我非常喜歡小孩子。